我係康明撈，你嘅 career coach and headhunters。有一句職場建議，令到好多人都升唔到上去。啲人教你要你自己變得不可或缺 （indispensable）。佢哋話呢啲叫做鐵飯碗，我就叫呢啲叫做自殺。如果你喺全公司唯一一個識做你個位嘅人，咁你永遠都唔使旨意離開個位啦。你唔係起緊一座堡壘，你起緊一個監獄俾自己坐。好多 managers 中意收埋啲嘢，唔去教人，佢哋想去做英雄，想每一次出事嘅時候都淨係得佢哋可以自己搞掂。佢哋以為咁樣好安全。咦？咁但係當有升職機會嗰陣 CEO 就會話：咦，唔升得佢喎，升咗佢上去，佢下面個部門就會冧檔。恭喜你，你太重要啦，所以唔炒得。但係亦都因為太重要，所以唔升得。但係明啊，如果我寫晒 manual， 教晒啲細嘅，公司會唔會覺得我冇利用價值，炒咗我，請個平啲嘅 junior 就算呢？ Candy， 呢啲係技術員思維 （technician thinking）。公司係會出糧，淨係會出糧俾技術員，但係會俾股份同埋啲 C-suite 嘅職位俾建築師 （architects） 嘅。你要逃出呢一個陷阱，只要由技術員變做建築師。第一步，炒自己魷魚，將你手頭上嘅工作全部 document 好，整 playbook， 整 template。你要令到你呢個位求其揾一個初級員工翻嚟跟都做到嘅。點解？因為當你唔使再做呢啲手把眼嘅功夫，你先至有時間去解決更貴嘅問題。記住，你嘅人工唔係計你有幾勤力，係計你解決到有幾貴嘅問題。第二步，複製你自己，唔好怕你條 team 叻過你，你要令到佢哋叻過你。如果你冇接班人，你就冇晒退路啦。No successor, no exit strategy。當你去傾人工，最大嘅籌碼係同老細講：我條 team 冇咗我都運作正常，我而家可以騰空更加多嘅時間去幫你管更大嘅範疇。呢啲先至叫做 power。唔好再做英雄啦，英雄通常都係做到死嘅。要做建築師，起個系統，交替條鎖匙，然後升上去做下一層。Follow 我哋 LinkedIn page Trovee Executive TROUVE Executive。下個星期第25集，好人有價，但係你減咗價。點樣太識體諒，反而會害死自己事業？我係康明撈，唔好再坐自己個監啦。